台铁局明年要公司化，台铁产业工会是表示讲，明年的顶半年大约有1300个人会退休。虽然有新人也毋过伊是真烦恼，讲明年的过年也是清明的交通会有影响。工会呼吁台铁就应该爱提出办法，甲人才留落来。台铁局是表示讲，因有在拍拼，逐礼拜嘛拢会开会来检讨，未来嘛来增加部分临时的卡手，做一寡技术性合格的工课。台铁局进入公司化，伊共有1300个员工优退也是利退。台铁提出6项人力人选填补，也甲调整措施来应用。不过台铁3天再去召开记者会讲，这6项应用措施根本都未付齐。台铁局内部就存在这种差别待遇，司机拿3000，其他工种的员工拿2000。那请问我们其他工种作何感想？我们要留吗？我们当然走人啊！1月开始招考的话，最快也要到6月才可以补入这个现场的人力。那台铁的人力攸关运输安全，请交通部跟台铁局尽速提出人力补充的计划。台铁3天表示，虽然台铁局目前精聘部分公司人员，不过帮助无大。另外，台铁局所加开的训练班别，会优先补助司机等关键人力，不过除非转换职位，若无就算训练得到牌照，也未有另外的证照津贴。呼吁台铁爱脱离师徒制，改做证照制度，应该创造诱因，才当吸引员工报名进修。对于证照也甲留才津贴加钱，台铁局并无正面回应。外界是烦恼台铁局有利退人数会千外人，恐惊出现人才中断，影响春节所运。台铁局伊是安尼讲：所有同仁我们都全力的劝留未留，每周开检讨会，如果还有这样的一个人力的一个立即性的缺口，我们也会透过营运人员的补充，把它做一个这个及时性的补充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在记者例反映回应，台铁已经有各种因应措施，确保明年的春节所运无问题，应该未受到公司化影响。不过重点也是爱先做好行车安全，提升营运的绩效，才会当让台铁走入正向循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